玉姊啊，你先做要甲这个人带转来啦！啥物啊？沙布鲁的哦，拢捡倒来厝。哦。而且伊看起来又毋是好人的款啊！查甫人哦，若毋是抢劫的，就是强奸的啦，够恐怖。恁到遮哦，遮桥骹呢？桥骹是安怎啊？我甲你讲啦，日时吼会当曝日头啦，暗时哦拢看夜景。好啊。你的啊？小查某啊！你讲你有小查某啊？你哪有骗人啊？你偷去别人物件，你小查某啊？我毋是小查某，王八！少年兄，别讲我啦啦！你want解酒的，你啉你就紧走啦。你出去了，当做你毋捌来过哈。